这几年节能减碳的风潮当兴，各地方政府拢是咧发展光电甲绿电，嘛会当减少碳排放。不过，这绿电煞是正做侪有心人士加报销、趁中间差价，甚至是收乌色借口。除了目前还未定案的台盐绿能这案，还有啥物相关的冲突甲备案？咱请雅顺为咱解破。是主播，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特别来讲，这个台盐绿能公司逼出前董事长陈启玉等人涉嫌勾结光电开发业者铺报工程的费用，还佫利用到这个违约甲赔偿这个名义，将台盐绿能公司的钱搬出去，包括陈启玉在内5个人是涉嫌到特别背信等等的罪嫌。也讲到这几档，这南台湾是当咧推动能源转型、开发光电，背后虽然产生未少的备案，也佫有冲突。亲像伫咧2022年9合1大选进前，引起社会轰动的客家80个庆案，就传出是牵涉到光电利益。迄当阵的市议员谢在旺伊的服务处，也佫有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伊的公司，是去互人拢总开清单80个亿。落尾，互人指控是庆案主使者的客家自治宫董事长王文忠，因为罪证不足，干那暗藏犯人夺去中国的罪名有成立。另外，伫咧婚林，国民党这个前议长沈宗良，去年就因为涉嫌收风电业者的乌西，去甲县府施压，互业者会当顺利申请到执照。后来，沈宗良交保请示了后，是由无党这个黄凯来接任议长。不过，共款算是伫咧今年7月时阵，逼出伊嘛有收绿电业者的乌西，去互检方起诉。顶礼拜法院才打裁定300万交保。也话佮讲倒转来，这台盐绿能的光电备案，包括董事长陈启玉在内5个人是去互检方申请收押。不过法院是认定罪证不足，当庭放人，检方嘛当要提起公告。所以来，咱就继续讲到这政府要发展光电这绿能的政策。不过，这几当来政商财团却是透过这绿电开发来出现真侪备案，引起乱象。除了希望检调会当彻底查清楚，外界嘛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对策来遏制犯罪。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以来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